大家都知道，中美暫時停戰，只係美國為咗爭取時間，準備擺脫中國供應鏈，脫歐開戰。5年後，特朗普無論落唔落台，中美都會發生真正嘅大戰。只要天下有變，呢班人完全可以去境外揾翻自己嘅祖先，組成一個滿蒙大聯盟嚟重新統治奴役我哋漢族人民，用新嘅大東亞共榮藉口嚟統治中國，一切都順理成章，而且非常有可能會實現。呢啲就係我哋民族教育嘅最大缺陷啦。我哋必須要同呢啲掩蓋真相不現實、過於強調表面和諧嘅傾向說不。民族復興嘅真正意義應該係漢民族嘅復興。我哋南方漢族、廣東粵語漢族一定要時刻監控住班百老便漢奸，以免中華民族再重蹈幾百年前元朝清朝嘅恥辱往事。我哋需要為粵語證明，為南方漢族證明，我哋先至係守護民族嘅擎天柱。我哋粵語天生就係漢民族語言，永遠都係守衛民族嘅先鋒、中流砥柱。我哋粵人絕對冇可能同外族一齊搞滿清復辟，做二五仔幫助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嘅。有我哋喺度，中國就不會亡。有冇掌聲？唔該。一人一蚊雞支持粵語，支持廣東人。對嗰啲外族基因嘅人話廣東人係漢奸嘅，我哋要大膽用粗口屌返佢轉頭。食蕉啦你哋！